强烈大陆冷气团和台北气象站透早落到11.3度，是台北市入冬以来上寒的一天。因那中部合欢山为昨暗开始有落雪，土骹积雪到3公分高。另外，伫咧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落今年头一场冰沙啊，吸引人伫上山去看。天还未光，雨水参比赛一直到，真侪游客早暗到上山排咧等，总算迎接太平山第一场美雪，拢十分的欢喜。第一次看。对，银白色的世界，虽然说可能不是雪是线的，可是银白色的世界真的很漂亮。都还蛮漂亮，那小孩都很兴奋。哦，好，玩得很开心。伫中部的合欢山，伫拜五暗时9点外，甲拜六早起6点外，分别落雪。上雪楼路边甲周边停车的所在，拢互白雪砍掉咧。拜六早起，虽然雪已经停，部分地区有望积雪。公路局也派签雪车清除路边的积雪。工作人员透早开门，就看到一直落雪。强烈大陆冷气团带真侪水汽，玉山北方气象站也阁互白雪砍掉咧。啊，毋过当地风速强，雪落来就互风吹散去，积雪无平均，差不多0到3公分之间。气象署表示，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甲东部天气继续感受寒冷。拜六本岛上气温出现伫苗栗大湖甲新北市公路七站，干那8.3度；台北站透早气温到11.3度，从冬天以来台北站上低气温纪录。不过拜一到拜二，康跨地区有望有气温10度以下机会。这一个周日到礼拜一清晨这段时间，可以看到各地受到辐射冷却影响，整体的温度下降的这个到了最低点的状况可能会比今天还要明显，所以在整个近山区或者是西半部的同行地区，有可能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，温度会比今天清晨再更低一些。一直到下礼拜23日开始，强烈大陆冷气团才会豆豆减弱，啊，毋过各地日夜温差大。到下礼拜3，则阁有一波大陆冷气团入南，北部、东北部地区天气会阁明显转寒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